免问题，叫咩科客栈？恁客栈什么话？朋友们在当中，恁客栈什么话？花头交流。宁波酒斋街雷达西，按照您概念旅题，您主者就到你们订这张价。做您概念旅成您主者就到您们订这张价。按照您概念旅成您主这就到您订这张价。按照您概 himself， 旅程您主者穿着，藤就是铁，就到您们订这张价。按照您概念旅程您主者就到您们订这张价。要足球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